大家好，我係 Raymond，萬眾期待啦，年度嘅攝影旗艦大對決嘅。今次嘅焦點自然會落翻去兩部新出嘅攝影旗艦啦 ，Vivo 嘅 X300 Pro 同埋 OPPO 嘅 Find X9 Pro 嘅。同時間主流嘅大品牌或者係唔少人嘅選擇 iPhone 17 Pro Max 同埋 Samsung 嘅 S25 Ultra， 我哋亦都係作為一個 standard 去做呢個今次嘅大比拼嘅。後續亦都係會盡力安排一個新一年度嘅年度大對決嘅。但係 anyway， 我哋亦都可以揾一下呢4部手機喺唔同品牌之下嘅攝影效果，特別係佢哋成像效果嘅風格同埋調校上面，由日拍去到夜拍、演唱會嘅長焦人像拍攝效果，仲有拍片嘅。咁各自佢哋喺功能性操作上面同埋實製出嚟嘅效果，有邊啲地方係相似相近，亦都有啲乜嘢地方係最大分別嘅。咁今次呢一條片最重點，我哋就淨係會講咗相機實拍效果同埋拍片嘅效果先嘅。後續啦，我哋亦都係會再有一個完整 AI 功能同埋效能、電池續航力測試嘅完整對決嘅。咁如果你係手機攝影嘅愛好者，唔同品牌出嚟嘅成像效果同埋拍攝體驗相似相差嘅地方又喺邊度？即刻去片。而首先我哋亦都總結翻佢哋嘅基本規格參數同埋外觀設計嘅尺寸上面啦，主要咁今次係 Find X9 Pro 同埋 Vivo 嘅 X300 Pro， 螢幕邊框上面呢兩部機都係做到極致嘅薄窄嘅。咁喺 X300 Pro 或者係 Find X9 Pro 上面都一樣係 1.1mm 極窄嘅螢幕邊框。6.78寸 Mon 本身唔細嘅，咁但係亦都唔係而家6.9寸喺 iPhone 同埋 Samsung S25 Ultra 上面最大嘅效果啦。咁呢兩部機上手，特別 S25 Ultra 佢本身比較方正，同埋都有窄邊框6.9寸 Mon 啦。咁感覺上係最大 Mon 同埋方正一啲嘅。而特別一提啦，喺做工同埋上手質感上面，咁 Samsung 嘅 S25 Ultra 有鈦合金嘅金屬邊框，同埋機背嘅磨砂質感嘅玻璃表面係比較細滑一啲嘅。咁的確佢感覺有機會心理因素影響啦，咁佢係4部入面稍為喺個鈦合金嘅邊框係的確係會比較感覺硬淨同埋細滑精緻一啲嘅。而今代嘅 iPhone 本身都用翻一個鋁合金一體連成嘅金屬機身，咁佢嘅圓角嘅弧邊效果亦都係做到比較圓潤嘅。咁鋁合金嘅質感其實就會同翻 X300 Pro 同埋 Find X9 Pro 嘅質感咧，亦都係跟得上嚟嘅。特別喺呢兩部 Vivo 同埋 OPPO 嘅設計，都係金屬邊框做咗比較明顯嘅一啲 2.5D 或者係 3D 嘅弧度，感覺係會明顯比起 Samsung 呢一部圓潤嘅。咁視乎個人嘅喜好啦。而暫時就未知道下一代 Samsung 嘅設計會唔會繼續沿用翻鈦合金嘅金屬邊框啦，同埋佢嘅機身輪廓會唔會繼續方正，定係都會有啲變化？呢個我哋都密切關注嘅。而最後關於機身嘅做工係螢幕表面嘅防反光塗層，今一代嘅 iPhone 17 Pro Max 17系列係增加咗㗎，而實際上 S25 Ultra 嘅防反光塗層稍微就係再更加有效咗一少少嘅，而對比 Vivo 同埋 OPPO 就暫時未有加入嘅。咁呢個防反光表面主要就喺光源複雜或者喺戶外拍攝嘅時間，反而會比較留意到嘅。其餘嘅機身硬件 IP68、IP69 防塵防水都係 Vivo 同埋 OPPO 呢兩部上面擁有嘅，而 Samsung S25 Ultra 同埋 iPhone 17 Pro Max 亦都係擁有 IP68 嘅防水。超聲波指紋掃描器亦都喺 Samsung 嘅 S25 Ultra 同埋喺 Vivo X300 Pro、OPPO 嘅 Find X9 Pro 上面擁有嘅，而 iPhone 就繼續沿用 Face ID。好啦，雙喇叭配置4部機都係擁有啦。翻到嚟喺硬件上面，仲有最後值得補充嘅喺電池容量上面，今次嘅 Vivo X300 Pro 就上到6510mAh 嘅，而喺 OPPO 嘅 Find X9 Pro 上面再更加去到7500mAh， 誇張嘅核電級數嘅。呢4部機嘅電池續航力，下一條片我哋係會完整再做埋 AI 功能啦、效能發揮同埋係佢哋電池測試嘅。咁亦都提及到效能啦，今次喺 Find X9 Pro 同埋 Vivo X300 Pro 上面，理論上其實就係2026下一代旗艦機嘅等級嘅處理器嘅，咁佢哋係 MediaTek Dimensity 9500嘅，咁佢哋應用到第3代台積電嘅 3nm 工藝製程，喺功耗上面會再大幅去到超過40% 嘅降低嘅，咁打機啦同埋續航力上面其實係會有個明顯著提升，當然就係效能啦。好啦，去到今次我哋最大嘅重點係今次相機嘅比拼。咁喺 Vivo X300 Pro 相機係佢最重大嘅焦點，佢嘅主鏡頭係應用咗新嘅 Sony LYT828 sensor 1/1.28寸嘅。另外喺遠焦鏡上面用咗一支85mm同蔡司共同研發嘅 APO 鏡頭啦。
咁佢喺控制光線嘅折射同埋喺指邊色散嘅效果上面，會係市場上面數一數二好嘅級數。而遠焦鏡頭嘅2億像素 sensor 上面係同 Samsung 深度定製嘅一款 HPB sensor 1/1.4寸嘅。喺 Find X9 Pro 上面，咁今次亦都係再有顯著嘅提升嘅。今次就換成咗一支嘅2億像素 sensor 嘅遠焦鏡，70mm 嘅鏡頭，1/1.56寸嘅 sensor。但係當然啦，對於影相好多時候個色調同埋對於光線嘅運算同埋整體個調校軟件上面係會對於最終出嚟嗰張相嘅影響，特別我哋肉眼 perceive 到嘅感覺分別係會再明顯過真係好極致放大一啲相嘅小細節。反而係今次 iPhone 17 Pro Max， 咁今次佢哋有應用翻一支4x100mm 嘅光學變焦鏡頭，而 sensor size 上面亦都係有顯著嘅提升嘅，可以做到8倍嘅無損變焦。而最後 Samsung 嘅 S25 Ultra， 咁始終佢哋下一代嘅旗艦喺嚟緊幾個月都有個 refresh， 咁所以今次純粹係一個參照啦，3倍嘅遠焦鏡同埋一支5倍5000萬像素嘅鏡頭，無損變焦做到10倍嘅，而反而 Samsung 嘅2億像素放咗喺主鏡頭嘅。好啦，實際效果上面咁喺 Vivo X38 Pro 同埋 Find X9 Pro 上面都係可以用到2億像素全像素喺呢個遠焦鏡頭上面去輸出。咁我哋正式對比極高倍數變焦之前，亦都可以驗證一下主鏡頭同埋遠焦鏡頭嘅全像素輸出嘅真實力，有冇2億像素獲得額外嘅細節嘅。咁 Samsung 嘅2億像素反而放喺主鏡頭啊，咁呢個應用就可以獲得一個闊視野，而後製嘅時候再可以極大倍數嘅裁切，可以做到後製嘅 framing 彈性係會比較寬闊嘅，而實際上嘅細節保留度亦都係有可見嘅提升，整體係會比較銳利嘅，對比4800萬像素或者5000萬像素。咁反而喺遠焦鏡頭嘅全像素輸出嘅模式之下，我哋係可以重點咁睇到喺相對比較少算法或者 AI 介入之下嘅真實力嘅。而另外係值得關注喺遠焦鏡頭，除咗喺 Vivo 同埋 OPPO 嘅攝影旗艦係2億像素嘅 sensor 之外，反而喺鏡頭本身嘅焦段上面有分別嘅，係 Find X9 Pro 係70mm， 而 X38 Pro 係更加遠焦去到85mm 嘅，而 S25 Ultra 5000萬像素啦，但係115mm 更加遠焦嘅遠焦鏡頭。iPhone 上面係100mm嘅，係唔同尺寸嘅 sensor 同埋解像度同埋鏡頭嘅焦段相互配合嘅狀況之下啦，咁 Vivo X38 Pro 嘅遠焦鏡全像素輸出之下，的確係有最銳利嘅成像。另外會喺長焦微距嘅效果上面，喺 X38 Pro 同埋 OPPO 嘅 Find X9 Pro 都係有沿用咗遠焦鏡頭，直接去做到長焦微距嘅拍攝，而亦都可以再疊加數碼嘅變焦，做到更加 close up 嘅大特寫。S25 Ultra 同埋 iPhone 17 Pro Max 上面就亦都係沿用佢哋各自超廣角鏡，做到比較近嘅最近對焦點嘅超微距拍攝，而亦都可以再喺呢個微距模式再做到數碼變焦，喺細節保留度上面有比想象中更加接近嘅效果，純粹喺 framing 上面會有住分別。好啦，咁2億像素全像素輸出，咁都的確係我自己或者係你哋啦，亦都大部分場景未必經常去應用到，反而係1200萬像素自動模式之下嘅極高倍數變焦嘅，喺30倍數碼變焦嘅時間，喺其實絕大部分場景 Vivo 嘅成像，第一個觀感都係有比較鮮豔嘅顏色、銳利嘅效果同埋比較少嘅雜訊。而喺經過我哋重複嘅測試之後，有留意到反而喺細節保留度上面 S25 Ultra 同埋 Find X9 Pro 都有接近嘅水準，純粹喺算法上面未必有咁積極去提升銳利化嘅效果。而實際上呢個場景我哋係呢一個距離嘅 field of view 去影過去，已經係超出咗我哋肉眼見到嘅範圍嘅。咁喺日常嘅應用入面，我自己都會認為其實普遍去到10、20至到頂多30倍左右都係一個真實會用去影相或者構圖嘅距離啦。其實喺實際嘅效果係有比想象中接近嘅水準嘅，但係如果硬要分高低嘅話，咁 Vivo X38 Pro 佢2億像素1/1.4寸大 sensor 加85mm 比較遠焦嘅遠焦鏡，實際喺低光嘅時間的確係加埋一啲算法啦，咁係比較乾淨、銳利、低雜訊嘅。而 S25 Ultra 同埋 OPPO 嘅 Find X9 Pro 其實細節都去到好接近，真係好接近嘅水準，純粹係一啲算法啦，或者係成像風格上面嘅分別比較多。而亦都有留意到喺光線極致苛刻呢個場景之下，喺 iPhone 嘅光線折射 lens flare 嘅情況仍然存在嘅，而 S25 Ultra、X38 Pro 同埋 Find X9 Pro 相對之下控制得會有佢哋優勢。
而講到人像模式嘅拍攝上面，我哋盡可能每一張都挑戰佢哋極限嘅，咁盡可能 keep 住片嘅篇幅唔好太過長嘅。咁首先係1倍低光嘅時間，而人像企到距離手機嘅距離比較遠，佔畫面相對比較少嘅位置。而家嘅邊緣運算準確度啦，即使係低光或者背景嘅細節複雜場景，都係好難去分到高低。咁喺人像模式嘅拍攝上面，最大分別嘅都會喺顏色呈現同埋主要係人像嘅運算上面。實際喺顏色同埋光線嘅運算處理上面，一樣都係 Vivo X38 Pro 同埋 Find X9 Pro 相對之下，佢哋嘅色彩呈現係會有比較 sharp 同埋高嘅飽和度，亦都喺高光嘅顏色呈現上面，會喺高光主動壓翻嚟嘅 HDR 效果係比較積極。而呢個會係低光1倍主鏡頭開咗閃燈嘅人像模式嘅。而係我自己嚟講，反而比較常用嘅會係主鏡頭2倍嘅無損變焦之下嘅人像模式。咁呢個時間人像其實距離手機嘅距離比較遠啊，佔畫面比例亦都唔大嘅情況之下，對於邊緣運算嘅要求係會比較高。咁4部機都係準確嘅。而最後呢個應該係我哋測試過嘅人像拍攝嚟講最苛刻嘅情況，因為係一個終極苛刻嘅低光，而再用遠焦鏡頭，閃燈都係一個微弱嘅幫助啦。整體係1/1.4寸嘅大 sensor 喺 X38 Pro 嘅遠焦鏡上面，係苛刻嘅低光人像模式都係做到光亮、銳利、低雜訊嘅效果。Find X9 Pro 1/1.56寸其實係主流旗艦機主鏡頭 sensor 嘅尺寸，都係有個高水平嘅還原。都同我哋一開始有提及到咁，反而喺顏色嘅呈現同埋光線嘅運算，會對比真係極致放大一啲想睇一啲小細嘅文字或者係細節，會係再更加對於我哋 perceive 張相嘅感覺影響係更加大嘅。咁對於夜景嘅色調調校上面，整體喺 Vivo X38 Pro 係有比較積極咁將顏色飽和度提升嘅，會見到佢嘅顏色亦都有偏冷，同埋將本身係黑色嘅天嘅位置變成一個帶冷色調藍色嘅效果。的確會出到一啲五光十色同埋討好嘅鮮豔嘅效果，純粹亦都視乎個人喜好嘅。而對於將高光嘅細節拉翻嚟，同埋低光 shadows 位置嘅細節光亮度提升咧，咁佢整體成張相嘅寬容度同埋 HDR 嘅效果，咁的確喺 X38 Pro 上面係4部入面最積極嘅喺 HDR 上面。當然亦都係視乎個人喜好啦，咁所以邊個成像風格會係你最中意咧？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嘅。而整體 Vivo X38 Pro 嘅算法係比較着重將細節嘅銳利度、銳利化嘅效果去提升，同時間係 AI 嘅算法有好明顯咁將一啲雜訊係去除，光亮度嘅提升啦，同埋整體色調上會比較濃郁嘅顏色，亦都有大嘅對比度同埋積極嘅 HDR 效果。呢一個成像風格亦都相信會係絕大部分嘅用家喺一般特別新手入門嘅操作，佢係最容易喺複雜嘅光源、大背光或者係夜景嘅時間都出到鮮豔啦，同埋高光嘅細節 shadows 嘅細節亦都係完整保留。而喺今次嘅4部頂級旗艦機上面，4個各自嘅品牌嘅調色風格亦都係有均一咁喺主鏡頭、遠焦鏡同埋超廣角鏡係統一到嘅。iPhone 同埋 Samsung 嘅效果會係比較像真度高、還原度高嘅，會貼近實物原色。而 Samsung 嘅色彩飽和度同對比度或者光亮度嘅算法係會稍微比起 iPhone 有積極嘅。而 OPPO 嘅 Find X9 Pro 就會比較重視保留到色彩原本嘅顏色，同時間喺對比度同埋色彩飽和度上都係有顯著嘅提升。而 Vivo X38 Pro 就繼續有承傳 Vivo 嘅成像效果，會係比較積極有自家一套嘅調色，亦都係相信有一部分嘅用家係會認為最討好嘅。好啦，而實際上邊部機係而家新一代嘅演唱會攝影神器嘅？係真實嘅演唱會，可能你哋會坐得比我而家嘅位置再遠，或者可能再近啦。嗱，呢個我哋都盡咗我哋嘅能力去集齊咗4部機喺同一個場景之下去做咗20倍 zoom 嘅時候嘅演唱會拍片嘅對比，咁可以做個 reference 喺20倍呢個 field of view 嘅時間，低光去影人像嘅時候就可以做到呢個水準嘅。而仲有收音咪嘅效果，我哋都比較到嘅，可以同埋頭先我哋直向4條片去比較，未必睇得真。而家我哋橫向 full screen 睇返嘅。
埋最後仲有自拍鏡頭嘅，咁反而喺 iPhone 今次有19mm， 四部入面最闊嘅視野，而 Vivo 係有20mm，OPPO 係21mm，S25 Ultra 係25mm嘅。而除咗色調同埋視野嘅分別之外，反而喺 iPhone 今次用咗正方形嘅 sensor， 佢可以做到直向拎住手機，但係輸出橫向嘅4:3或者16:9嘅相或者影片嘅。呢個係佢獨特嘅功能同埋位置。咁而講到獨特嘅功能，喺 Vivo X300 Pro 嘅人像模式，佢亦都繼續承傳咗有蔡司嘅經典鏡頭嘅光斑人像效果。而關於色調嘅調校上面，X300 Pro 嘅2億像素輸出係可以兼容到唔同嘅色調調校，而喺自動模式、人像模式同埋甚至喺夜景模式上面，佢都有啲專屬嘅顏色嘅運算同埋有菲林模擬嘅效果可以選擇。喺呢度我哋都有幾張唔同嘅樣張可以俾你哋睇到，喺一個夜景模式嘅時間再疊加咗唔同嘅色調運算。當然歡迎睇完呢個比拼之後，對於各自手機嘅深入功能有興趣咧，可以睇翻各自嘅深入評測。但係反而呢個位置有一個功能我哋一定要講解嘅，就喺人像模式再開咗 AI 嘅功能，然之後佢就有唔同嘅季節同埋燈光可以設定。同一個場景我哋將佢變成咗秋天嘅日落同埋有黃橙色嘅秋葉，然之後有冬天偏冷色調啦，同埋冰天雪地嘅效果，櫻花同埋又去翻秋天。反而去到一啲特定嘅場景或者去旅行嘅時間，受限天氣啦，或者係去嘅時間稍微唔係對正嘅，唔係 miss out咗最靚嘅畫面。咁呢個 AI 係可以幫我哋補完翻嘅，當然亦都係可以提高到佢嘅可換度啦。反而喺實用性嘅功能上面，佢嘅 AI 人像模式係可以容許我哋直接喺影相嘅時間已經直接將後面嘅行人去自動移除嘅，亦都可以疊加頭先嘅 AI 光線啦，或者係季節嘅變換，特別喺陰天嘅時間或者落雨嘅時間，又想獲得到一個日落嘅效果就可以嘅，亦都係可以容許我哋影人像嘅時間，有人喺個畫面裡面啦，都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佢係真實同 AI 一個 hybrid 嘅個可換度比較高嘅功能。自拍鏡頭亦都 work 嘅，咁但係自拍鏡頭裡面就冇頭先嘅季節或者係光線嘅變換啦，純粹係有背景嘅行人移除。而我哋係有試過背景嘅 texture 比較複雜嘅場景，都係可以做到嘅，或者喺畫面裡面有比較多嘅人，都係可以一次過移除，同步將人物移除，同埋再將個季節變換，都係可以選擇開刪嘅。而最後有 X300 Pro 上面嘅 Humanistic 人文拍攝嘅模式，咁喺呢度再有幾個菲林模擬嘅效果，同埋亦都可以逐一個色調去調校裡面嘅銳利度或者對比度、顏色飽和度啦，出到一啲更加有紋理質感嘅拍攝效果嘅。好啦，而喺 OPPO 嘅 Find X9 Pro 上面繼續有同 Hasselblad 嘅合作，咁除咗喺鏡頭系統之外，咁亦都喺軟件嘅色調上面有一啲 Hasselblad 嘅色調，喺自動模式同埋人像模式都係有兼容嘅。同時間呢個 Hasselblad 嘅色調亦都可以再疊加去應用唔同嘅柔光效果。咁今年嘅 X9 Pro 喺功能性或者係唔同嘅拍攝模式上面就未必對比上年 X8 Pro 有住一個好巨大嘅翻天覆地變化，但係仍然都係可以配合一啲攝影嘅技巧同埋唔同嘅色調調校之下，佢嘅可換度都係有嘅。主要亦都有試過喺唔同嘅節日氣氛之下再去用佢嘅人像模式，都係可以出到一啲討好嘅效果。為咗片嘅完整性，我哋都總結一次嘅。喺 iPhone 嘅攝影模式上面都有 Photographic Style， 咁喺唔同嘅色調上面都係可以預先影相之前可以 preview， 而佢係類似一個 color wheel 咁嘅形式，可以調整到佢嘅色調或者色溫。同時間喺每個色調嘅濃度、強度上面係可以再用呢個 slider 去調整。而最後喺 Samsung 嘅攝影風格或者色調調整上面都值得一提嘅。咁今次佢特別可以用到自己其他相機嘅菲林相曬翻出嚟，或者係網上面揾到嘅素材，去製造到唔同嘅 filter， 一啲專屬自己嘅 filter， 而亦都可以喺影相之前可以去預覽到，影相之後亦都可以再去做微調。反而佢喺操作可能性同埋操作嘅彈性上面係可以俾到真係用翻自己自製嘅 filter。嗱，當然有個可惜位置係佢只支援自動模式，人像模式冇辦法疊加呢個 filter 嘅效果。反而係除咗影相，仲有拍片。喺拍片有支援嘅格式上面 ，Vivo 嘅X300 Pro 同埋 OPPO 嘅 Find X9 Pro 都係有兼容到 4K120喺主鏡頭同埋遠焦鏡頭嘅。而 4K120之下，亦都係可以兼容到 Dolby Vision 嘅 HDR 格式拍攝。但就反而喺呢兩部機上面，喺超廣角鏡未有兼容到 4K120嘅。而喺 Samsung 嘅S25 Ultra 就反而喺主鏡頭
同埋超廣角鏡有兼容到 4K 120，而喺 iPhone 17 Pro Max 上面，目前仍然係擁有主鏡頭支援 4K 120啦。最後總結，咁今次我哋完整比較咗100倍 zoom 或者係極高倍數變焦之下嘅真實力，或者喺主鏡頭同埋遠焦鏡頭全像素輸出之下嘅真實力，人像模式嘅拍攝或者喺夜景嘅拍攝，唔同光源之下嘅拍攝，包括喺演唱會嘅時間拍攝。如果你係鍾情於手機攝影或者喺旅行拍攝嘅時候追求一個便利度嘅話，咁到底邊部手機最適合嘅？到最終好有可能都係視乎自己嘅個人口味同埋喜好、操作習慣。咁而如果我哋詳細去分析，Vivo X38 Pro 今一代佢可以玩到嘅 AI 功能，或者喺色調嘅調校上面係會比較豐富同埋多，而佢嘅人像模式或者係任何場景之下嘅拍攝，相對係呢4部機入面最容易影到喺唔同苛刻嘅場景之下，喺極高倍數變焦啦、人像模式或者係低光拍攝、大背光嘅人像都可以出到一啲令到你滿意同埋討好嘅成像。而 Find X9 Pro 嘅遠焦高倍數變焦能力亦都絕對唔弱嘅。而佢可以玩到嘅 AI 功能就冇頭先 Vivo 上面咁多，即係關於拍攝上面嘅 AI。如果你會俾到 Hasselblad 調色同埋佢嘅人像模式加嘅效果吸引嘅話，咁佢都係可以係你嘅選擇。係極致嘅硬件同埋最豐富嘅 AI 操作功能，喺 Vivo 上面有佢嘅優勢。咁但係當然價格都可能係你考慮嘅因素之一。咁當然係全手動嘅話 ，iPhone 喺 ProRes RAW 同埋 ProRes Log 嘅拍攝、影相同埋拍片係有住唔錯嘅口碑。而 Samsung S25 Ultra 嘅遠焦真實力仍然有嘅，咁而整體普遍佢嘅人像模式同埋色調嘅運算上面就介乎喺 iPhone 嘅完全 RAW 同埋 Vivo、OPPO 比較明顯嘅色調調整之下嘅中間平衡嘅位置。咁希望今次嘅大比拼可以幫到你哋揾到最適合自己嘅攝影風格，同埋可以最鼓勵到你拎手機出去影相嘅一部手機。後續年度大比拼系列嘅下一條片，我哋會有完整嘅效能測試、電池續航力測試、散熱嘅效果，仲有AI 功能大對決嘅，密切關注啦！